离寸土寸金的台北城，竟然有一片超过500公顷的平原绿地，就是北投的干豆平原。遐曾经是台北的粮仓，即卖还阁保留着农业的景色，更加有调节气温的功能，防俄罗斯都市的气。但是干豆平原长期被看作是都市开发的独备用地，所以存在不少的问题。第一，欠缺着明确的政策规划；第二，建筑破损老化；第三，农业的资源不足。这些因素拢阻碍着土地发展，嘛互环保甲开发互相矛盾。伫咧追求净零排放的时代，居民的权益甲环境的效益要安怎取得平衡？咱就对着镜头加入干豆平原，深入来探讨。关渡平原就是一个台北之肺。你把肺破坏掉了，你看台北市会怎样？房子老旧也都不能改建啊。长期以来没有做比较详细的规划。亲近土地长大的孩子，会成为更在意永续的一个人。往开发的路口，一定也是要符合现代的价值，永续、环境跟生态。几分的彩彩，为热天留下几分的凉意。也被高分的角度在风中但提醒中。这是57岁的退休工程师陈基宏，用自然动法细致啊照顾的种园。你这个比较小，这个是水果胖秋葵，这个来把它折下来哦。来，这根给你吃，来，有没有吃到甜味了？有。淡淡的，我花8年时间才变成这么漂亮哎。产园就是以习惯实验室，都有品种彩色的蔬果。特别香吧。这个就是生食甜茄，你看每一颗都要套袋，你看没有套袋是吃不到的。对，它白丝瓜是全世界唯一不用削皮的丝瓜，它原本就是白色的。OK， 这个面积大概长度大概98米，然后宽度大概44公尺，连那个大水池面积总共1050，只有自然农法的种植它销售也很低，然后它长得很慢，它比较有纤维质。你看这个都可以直接生吃了，几乎不施肥，我们尽量不要去影响它的生长，我们只是辅助而已。你有看过 AI 菜长那么高的吗？离这上近的捷运站不到3公里，这片看茫茫的绿地，就是台北市北投区的干豆平原，看起来特殊存在的都市森林。地方所一直有基态开发的声音。关渡平原从清朝到现在，本来就是台北的米仓啊。到2024年，也是属于我们台北市的肺。甲写到建一条河的干豆平原，过去也是台北的农业用地。随着都市商业发展，擘画出打造副都心、前沙总统府、跟亚运场馆等的构想，所拢无后续。干豆平原的主要干道大道路以南的土地，早就伫1993年，都获市府为做公园的预定地，限制开发。所以因为政府预算不够，30多年过去，犹无启动征收，在地人又可面对着倒一挂困境嘞。对面这一块是社子岛，社子岛即将要开发了。我的左手边这一块是北投区的8仙里。以前是行水区，就是社子岛和8仙里这边是要共同的行水区。看这边还有很多船，是为什么？这个船就是当地的居民，因为去偷海、捕鱼苗、俩那个昂金、乌鱼子，这样子来维持他们生计。年轻人有的就搬出去的。另外，这七里岸石这几百年，有啊，这个很久没有住，对不对？塌下来就不能用。曾经兴旺的绕日子路，如今是断离倒壁。这个大整修，他一定不肯的，小整修可能会的。你看这个多久的历史了，那就是没有办法开啊。早期没有整理好，今嘛都不行了。这一间现在已经改了啊。我小时候这里有一个杂货店，以前小时候就很热闹，然后现在就变成都是这样。对，荒废掉。这本来那么惨啊，就古早就开始啊，伊就开始要干到。这干到平原要开放嘛无啊。对这个所在有啥物期待无？期待上好是开发，对。你唔开发嘛无法度啊，要安怎？
关渡平原的话题就是从黄大庄市长的时候吵到现在，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你要做场馆，又没有钱征收，用一个名词把民众的生命财产套住了，这样子不好。农地袂当农用，无好的水源。咱北投你会使看，你遮侪你做官的人，哦，侪你拄仔你拢无了解讲农民的艰苦，你就去看卖啊，农民让生活。高头计划将伫2025年上路，台北市府原本打算将干道边缘设做农业发展地区第5类，加国土保育地区第4类。居民烦恼未来开发会受到经济限制。公共设施法的地到底要不要征收？设施法去是人，我们关渡平原的蹲高被欺骗，蹲高淹水，你们到底干嘛？公园用地的部分，政府就要花钱来征收，对市政府来说都是一个很沉重的压力。民众会认为说，那你还要让我们等多久？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审议国土功能分区的时候遇到的问题。房子老旧也被人家限制在那个地方啊，都不能改建啊。市府单位就卡住的，用民生都卡住了。政府能够关渡平原好好的规划，看要怎样来弄，不一定要大面积的去开发嘛。今年国土规划审议会的时候，集体民众就很积极的去大家争取为城乡一。经过过了这班的认证甲审计，干道边缘目前的土地分区改列做城乡发展地区第1类，等于各有楼高度开发的发源。这嘛，和当地建设甲环保之间长期冲突，搁再铺上台面。当然是反对啊！它有湿地，有很多绿，都要靠这里来净化。对，就是台北市的肺很重要啊！你把肺那个破坏掉了，你看台北市会怎样？大家会误解这个城乡一的部分，它就会立即开发。国土功能分区的架构里面没有把它定义成所谓的第5类农业发展地区，可是实际上它的都市计划的阶段或是阶层，它还是农业区，还有公共设施用地。如果短期没有开发，它还是维持农业使用，不管是碳汇啊，或是农业的这一些功能，或是粮食安全的部分，还是某种程度上有保留住。维持现状，感情者都有干道边缘发挥应该有的价值性。政策规划甲在地人的理想、地震之上有落差。潺潺流过的这条桂子坑溪，全长7点多公里，源自大屯山，最后汇出至基隆河，是下游的关渡平原最重要的灌溉水源之一。农民认为，干道边缘的资源欠缺，环保嘛无明显。等于直接冲击到农业的生产力。水源太少的时候，它会容易长草，杂草那么多，它的产量一定会减少很多。47年厝的陈胜雄做是超过40档，针对我上关键的水源问题，伊有深刻观察甲真济经验。我们这边比较不容易长草，这里的水源比较充足了。它初一15，它一定会涨潮，那个排水的时候又卡住了。国土规划还是要改变这个土地的变化的时候，你要彻底的了解关渡地形，不会说农民苦哈哈的说淹水是退不了。今日另外一片农田，刚刚看到农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困境。如果这边有开一条农路的话，其实是离大马路是不远的。但是我们刚刚走进来的这一条小路径，是我们经过了3个人的田。即便在这里有产出，要把农产品运出去的时候，其实也不方便。你如何把想要来观光的人带进来，那个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全力投入农务，也是继续等待开发定收哩。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居民心内拢是基本。南关渡平原是划归为公务员预定地嘛，就不是农地，所以在上面务农为生的那一群农民们，他们没有办法取得农民的资格，补助啦、计划啦，他们没有资格申请。不管是要开发还是要务农，在这几10年来都一直暧昧不明确，所以大家没有一个往前走的方向。2023年，地方政府组成协农合作社。目标提高农业的产值，期待土地因素、甲难题正面对决。我觉得下个月
的社务会议应该可以来讨论一下整个关渡平原的状况。没问题，我手边也其实有一些资料，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讨论。OK， 我在北投社区大学担任了超过14年的校长。你会在架上也看到夏天的蔬菜。我们就开始很关心北投的农业，之后就讲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个组织哈，然后透过6级产业的概念去提升整个北投农业的价值，包括观光、包括加工、包括农产品，办出一些不一样的一些食农教育的课程，做导览的，甚至做一些手作的。这边的农产品其实很早就把它放在我的面包里面当原料，秋冬的小白菜。秋冬的芥菜，我后来也辟了一个蔬果专卖区，卖我们农友们种的农产品。早上农友呢把菜摘完之后，他骑摩托车到我这里，送到这里来只要5分钟的路程，所以我们的食物里程其实是非常近的。这个地方它的产量其实不会像中南部或南洋平原那边的那么的大量，它其实都是小量，然后多样性，因为它没有那个经济规模。包括台北市政府虽然有农业的主管机关，但其实不太重视这一块。来自河口的风，吹入受到热岛效应影响的台北盆地，在气候变迁危急的抗战，关渡平原承载着千派存在的环境价值，再度受到关注。在整个关渡平原区来讲，它绝对不只有农业而已。在整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发展来讲，它是包括防灾的功能啊，比如说滞洪的一个地方，调节气候、风壤的功能，这是一个多目标的一个平原区。是政府需要有一些更高的视野去做这件事情。就说近年碳排这边确实不是他们的责任，所以政府应该用什么样的机制不管是政府自行去投资或者是政府去鼓励企业来投资这些的农地农民这样。2050近零的这样子的目标之后，未来可能就有所谓的碳费交易。政府在这里面扮演角色，说第一个，你一定要让这个机制是可以成熟，如果可以被用碳权的角度来被满足，那我们就有能力去说服他说，那你是不是还是可以保留所谓的农业区？我们现在在积极导入像那个食农教育啦，像一些休闲农业，那长期来讲，作为未来下一个世代的一个保留区域。未来的城市除了摩天大楼，咁也有其他选项。后一代对城市理解，即卖特别开始发生。大家午安。午安。这是什么？奶油白菜。奶油白菜就知道。你知道哦。刚刚我学过。那我们待会呢，我们要准备进去我们的温室工作喽。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呀？温室。对。好，来，我们先进来吧。我们今天要种的田在前面哦。关渡边缘的家长甲教育工作者组成共学团，以实动理念，陪囡仔享受大自然囡仔时代的趣味。因为我们刚刚说一个人要种几棵，对，找2个洞，然后我们把它松土，挖下去，然后轻轻的挖起来，让我们的土壤的空气可以跑进去哦。那我们就轻轻的帮他们盖上泥土棉被哦，准备给我们的小白菜祝福了。嘿咻嘿咻，长高高，嘿咻发芽，超神奇的小白菜呀，快高长大吧！一群人在北投，就像一个小村子一样，一起去养小孩。如果可以带着孩子们，他们认识我们吃的食物从哪里来，那甚至带着他们自己去体验，那我觉得这会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们拿什么？树叶，是树叶。那我们准备进去弄我们的紫苏柠檬茶喽。我们这边聚集了一群家长，都是很希望能够用比较自然有机的方式来孕育孩子吧。如果他的童年回忆里面有真正关于这个土地的记忆，你要先放在这里。那我觉得你可以去想象，这个下一代他会成为一个可能会更尊敬土地的商人、企业家，或者更在意永续的一个人。给我，把它倒进去。你有闻到吗？亲手种的食物，种做了后转做地芳，正做上甜美的味乐。等一下加冰块会变红色，你还记得吗？对啊。大地给我们食物，太阳给我们温暖，大地和太阳。
深感谢你。我身为台北市人，我当然会很希望说，就是台北市能够非常的繁盛，但是我也会觉得说，我们能够保留一些区域，它是可以让人们在开发当中，仍旧是有一些自然生活。我觉得它也是都市计划的一个部分，就是应该也是要被考虑进去的一个面向跟观点。为喜力之乡转做都市起步。干道边缘跨世代继续咧守护台北人，市地咧开发甲应用时间随着变形，忘记台东时，会当为城市留下一片绿地。